妈妈的礼物下。阿米来些妹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干事和，但俺这老着黑经验，他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脑下就这些。下用倾吐，倾吐，突厥，突厥，哀伤，哀伤，度，度，抚摸，抚摸，silsilk，silk，孩子向老人倾吐了自己的哀伤，孩子向老人倾吐了自己的哀伤。这给给么了？让个都草马些吧的呀！这给给么了？让个都草马些吧的呀！同学们，我们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他妈我今年的名字啥巴了几大啊？名字啥巴？聪明，胸中，倾听， 10年，改造，列举，妈妈给了你聪明的耳朵，让你去倾听世界。阿米接了，那我从不些弄的，你等着这弄路不研究。嘉玲，当老人告诉孩子妈妈给了他整个世界时，孩子的眼睛忽然亮了。那走，给米这个了，阿米你等舍不得去了很巴的些的，这个一米三龙眼就送啥？这就对了。对呀，那人送。老人还说，给米大容，还说了什么？大肉这些送啊。老人还说，妈妈给了我们明亮的眼睛去观察世界，聪明的耳朵去倾听世界，勤劳的双手去改造世界。给米大容，阿米我错了，你等了大十些比米送东，这能年限着俺就送不，你等了这些比老爸熊妈些月的些是。是啊，人啊。老人又说，孩子，最重要的，妈妈还给了你一颗充满热血的心，那是为了让你去珍惜生活，去热爱这个美丽的世界。给米用这个了，阿米接了，嘎住热的几笔300些音乐的，去做完了基本怎么当，再去都比你等的了，嘎些乐给的些是。老人真有智慧，给我的老的这些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个人的做了大家姐，却这个民间的那个高等现象，他念这些。聪明是形容某人智力发达、记忆和理解能力都很强的意思。胸中呢，落萨拉日巴真巴拉些。倾听，倾听就是细心听取的意思。咱们呢，那我真呢，咱年巴拉些。改造，改造有2种解释。这儿指人们从根本上改变旧的，建立新的，使人们适应新的形式和需要。例句呢，你把几年能把啥不就完了些？同学们，
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一个名字三八的呢，老中写杂记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聪明，聪明，胸中，胸中，倾听，倾听，十年，十年，改造，改造，例句，例句。妈妈给了你聪明的耳朵，让你去倾听世界。妈妈给了你聪明的耳朵，让你去倾听世界。阿米接了，那我从不写弄的，你等着这弄路不研究。阿米接了，那我从不写弄的，你等着这弄路不研究。片子节目节话。老主错，第二个名词三八呢显训，大感觉你注意，切错了句型连接，不个他念道理，来句型把的公演咋个，切去三路一模动的连接。呀，老主错，切最来用到把的工具，嘎，来句，要求，连接上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主座，大家句第二路边他念三八点到下中这些。聪明，胸中，聪明，胸中，倾听，十年，倾听，十年，改造，例句，改造。例句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第二我记他念三八个中月的，但我今年的禁止一答啊。胸中，聪明，十年，倾听，例句，改造。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主座，第二个路径的年长下来，大题目记。